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 Lisa 的俗语教室。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的俗语是这句：臭耳人咬冤话，嘛会当讲臭耳人咬番话。臭耳人就是耳仔有问题，也是听袂清楚的人。啊，冤话也是番话，就是咧讲一句话去，互人讲走进去，讲做别种意思去啊。所以即句臭耳人咬冤话，就是咧讲一个人咧传话，拢会传唔对去，唔知影安怎听的，袂输敢若臭耳人共款。迄臭耳人着听袂着，也是听无啥会着，所以有时阵因会看人的喙形来看因咧讲啥，有时阵会看唔对去，会甲别人讲的话讲走进去。啊，毋是臭耳人的人，佮亲像臭耳人共款，话拢会听唔对，传唔对去，所以咱就会用即句臭耳人咬冤话来形容即种人。亲像我讲，我等一下要去食饭，伊就讲，哈，你等一下要去食饭哦。即种情形，咱就会当用即句臭耳人咬冤话。腹肚足枵诶，我等一下要去食饭。哎哟，毋通啦，你是无物件通遮尔啦，哪会要去食饭啦？哈？你是咧讲啥？你头拄仔敢毋是讲你要去食饭？你才食饭咧，我要食饭啦！哟，歹势歹势，我听毋对去啊！你真正是臭耳人咬冤话呢。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臭耳人咬冤话是啥物意思，要安怎用啊？吼，大家会当用看卖哦。好，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影片的话咧，我把起赞甲分享出去，也要订阅观众朋友嘛，或者是直接订阅的会员线动，安尼他就收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每支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